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今家是草莓季，像苗栗太湖、石潭、韩国南投桂乡，亚洲主要的草莓产区，如10万多人去了解哟。其实草莓除了大抢食，也很多年来，大家拍下糖果、雪糕、几多的草莓加工产品，像草莓果酱、饼诶，甚至草莓酒、草莓串也都价格红来有200红安多喎。不过，当地除了加工，用草莓为主的神奇实验同研究也开始有人提做的。中山医学大学去年的发表的对草莓做出来的东西是得以为亏用，然后200人如果调黑看作非稀有的草莓叶白，验证有几多的多酚，现时的动物临床实验证明对嫩芽的肿瘤细胞有防治的效果。草莓叶白还是得拿来做动物饲料加调剂。后加入提案上讲，50年天然的植物新药研究如果有突破。太湖农批杜行买东西蔬菜人忙几多，看到过去都会同草莓有关的产品。也下拄会迄个草莓期啊，所以从20条啦，嗰个加热条啦，你吼，当都有咱拍嘅翻嚟，我人来也比酒商来参观。对街上看到草莓酱、到草莓饼的，再个对草莓冰淇淋、到草莓酒，还拿来做出各种料理，各种各样做得出几百种多。像个草莓相关产品，太湖农会一年就做价1亿2000万元的生意。酒庄咧成立很多年以来呢，一当年那个营养液啊，你哦，全馆人家全期，包括人家味嘅农产品，嗰个酒品，卖嘅酒品，那个主边咧反正卖有冰淇淋啦，也系其他嘅产品，种下批来啊，你啊吼，人家营养液啊吼，差不多当年有1亿块嘅啦，你啊。太湖农会酒庄今年开业第14年呢，对日本发展经验来看，草莓加工产品很多，对果酱到饼的都已经固定了。其中清好卖、清赚钱的黑酒，尤其是对2006年起始大量生产也草莓坛酒，一年就赚得到几千万元卡价。因为坛酒当6.5%天天哦，唔可以讲营养，就最主要的目标係講人家後生人啊，哦，想要試試看嘅機會用味道。人家嘅啲草莓嘅談酒咯，很多年啦，當年都差唔多賣10萬罐樣嘅咧。人家只不過有當然講有做酒，可以做酒，但是酒嘅話對人嘅健康唔係清好，所以講也唔敢講親來吹講呀。哦，做酒啊，做其他樣啊，親唔敢吹講。但是我沒有做草莓啤酒，人家想我做乜嘢做草莓的黑麥汁。現時規個太湖大概種係400人公頃嘅草莓，出體現實咧，雖然講拿來做酒賺硬生錢，仲冇講搶買酒天天。太湖農會嘅經驗，看哪還做得乜嘅？曾經有台大嘅化工系嘅教授，佢注意啊，附近嘅西農啦，吼，佢就講，葉刺波葉，迄個有辦法摘下來去嘅吼，迄個可以用來萃取去嘅，變到講佢對人嘅健康當好，也可以做藥，好像銀杏嘅葉也可以做藥嘅話，哦，叫做連葉都變摘香香。因為草莓葉本來人是不大會去吃它的，那不會去吃的這個東西，假如丟掉，當然就是一般的這種處理方式，可能拿來做肥料也不錯。可是呢，假如說它可以讓這個使用率更提升，那這樣子是不是農民可以在廢棄物的這個轉變上面得到一些更好的這個，甚至比原來的產物還要更好的這種結果？中山醫學大學李飛正教授，一路以來經研究主題做天然植物，要了解佢哋對各種疾病有乜幫助，尤其係對癌症、糖尿病、心血管同神經退化嘅疾病。佢發現草莓葉比度多酚嘅含量比草莓本身還較多。在國外，他們對草莓葉的一些相關的研究，那麼就發現其實草莓葉裡面呢含有非常豐富的多酚。那多酚其實是在植物的這個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抗氧化的成分。那現在也有很多的這個保健食品，或者是防癌抗癌的食品，其實是以多酚當做這個基礎。多酚的醫學療效也網有結論，不過確定的係，佢嘅抗氧化成分當係得生理類動物加上腫瘤。李飛正係用草莓葉來做抗嫩癌嘅實驗，來確認其刺激嫩癌細胞效果。
叶子就干燥磨粉，所以它的到实验室之后，它的体积其实是不大的。那我们再利用这个磨粉的这个草莓叶加水，把它做进一步的萃取。因为我们把肿瘤细胞打到老鼠体内之后，要定期的去量它的大小，然后来知道我们的萃取物是否就是可以抑制它的生长，或是减缓它的那个，就是它生长的速度。学生的痛苦实验当中，佢先将内癌肿瘤细胞注落去，再个注炼出来草莓叶水落去，来监测拍露出有乜嘅反应。让动物长乳癌，然后再给这个草莓叶的萃取物，看看它是不是能够延缓这些动物当中的这个乳癌的生成。那目前已经有初步的结果是细胞的部分，我们已经发现这个草莓叶的水萃物，其实它对乳癌细胞有蛮好的一个毒杀的效果，然后是以一种凋谢死亡的方式来进行。全世界癌症防治有一道需要当地嘅开发。简单来讲，细胞死亡嘅方式有当多种，用需要将上看到係將細胞殺死，不過對人體免疫能力影響動態，有時隻嘅副作用同併發症，還比癌細胞本身還較厲害。故所將細胞殺死，特別係經常見到癌細胞，用所講嘅等佢研究檢索到死亡，就唔會有免疫反應。不過用一道草莓葉煉出嚟東西，再先確認一道草莓葉係無毒嘅。吃播嘅玩樣講，佢摘一邊發，唔再一來第葉被從佢拿鐵，而咪佢鐵質，而家可能鐵質嚟發叫來葉嘅，佢葉係相當嘅多，但是葉係對人嘅健康呢個有乜嘅藥效，也係研究，假使講有葉子係講有興趣嘅話，我也係動態嘅一個商機。那一般的慣行農法來講，這個樹葉，這個葉子就是廢物啊。就是一般的做法，就是我們弄起來都會堆在一起，挖個洞埋起來，或者是當廢棄物的處理，就把它處理掉了。那就我們公司來講，我們發現這個是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成分在裡面。那當然，天然物它的這一個農藥的使用，其實是必須要被關心的一個部分。那剛好有這樣的一個無毒栽種的這個材料。所以我們拿來做使用的話，其實相對的對於它的來源的管控是比較有信心的。非非正教授嘅草莓葉源頭係成件一紮溪作農提供嘅，一紮頭有30年來，同南投國新草莓農溪作為三角洞，前線係味道係安全嘅草莓。頭下馬主講冇些農藥，農民不但唔敢擔心，也咪先講用無毒方式來耕種。唔但將人工省到嘅，連本地活體草莓葉也都係賣到1-3千。我種是倆種到倆是有7、8年嘅啦。現在是種是攏有生農藥啊，唔過生農藥嘅我攏交半番嘅嘛，交半番咧攏其中一組一來收啊，7組8組都放床嘅啊。我倆做無毒嘅都唔是啊，時間我自家控制都做得咧，漲一度哦。正見一站未看好未來幾條草莓都用嘅錯，對草莓摘起來現實都做過獎，同台灣麥酒公司合作生產草莓麥酒，還做草莓益生菌一道，同去年清明節股票上虧，登陸創虧板。農委會其實一直很想要把我們推上去，那我們就是衡量下，我們覺得應該還是拼一拼是可以的，因為他覺得我們是很有潛力的公司啦。要做到我們這種階段的公司應該很少。可是對測講那啲 SGS 可能測查啲農藥對一道風，90年方可是呢，你而家見一道風嘅嘛？見 SGS 做錯農藥已經到426方嘅，所以我哋對我哋嚟講，我哋堅持都講，我哋佢有自信啊！講你冇用藥嘅咩？所以係不管用測到一道方案，因為一定都揾冇咩，係有解到眼有問題。連葉白未賺得到年嘅錢，係講本年驗出含有農藥，跟農民嘅辛苦就打上槍槍。故所包含草莓同相關嘅產品，當年做千多經過 SGS 檢驗，也未發現用無毒方式嚟種嘅草莓葉，聞起來比一般方式種嘅草莓葉還較有肉，含6皮嘅都香味。無有些藥對人體個身體嘛唔係無好啊，像我哋這個無做嘅無毒嘅吼，
两个这个植物有对身体无妨害啊，健康嘛介好啊。从一开始的无农药种植，然后去衍生出说我把它当成原料的时候，我可以做哪些生物科技的产品，然后我们在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发现有这样的好的东西，相对来讲，我们就想到说，在我们家畜啊，或者是这种饲料添加剂上有没有它的功效呢？所以我们结果发现是真的有它这样的一个功效的。我们现在先用那个8爪的分注器，加入这个96孔的这个反应盘里面，然后现在要加的呢是8粉，也是类似缓冲跟稀释液的效果。草莓叶炼出的东西唔单将应用得来做动物饲料加添剂，咩意有效？农业科技院动物科技研究所经过血的血清分离，将血清低度的抗原同一侦测刺激低度的抗体结合强下，来确认对维护动物的抗体算来有效吗？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分析技术呢是酵素免疫法，也就是我们喂饲动物机能性的产品之后，去抽取它的血液里面的样品，就可以了解动物体内的免疫球蛋白浓度是高是低。那这跟前端的饲养的时候我们所喂饲的机能性产品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性？那如果有，表示喂动物的这个机能性产品呢，能够调节动物的免疫功能。爱本动物说，草莓叶天初先炼出有效成分，再个加到饲料低度搅匀来，也测不类材料，要先处理的过程。像这一类的植物副产物啊，它在采收之后呢，会呈现一个有枝叶跟有梗的形态。那枝叶跟梗呢，它会有一些纤维素。那这些纤维素比较硬的部分，不一定是动物所能利用的。但是我们经过了前处理之后，会先把它粗碎到一个颗粒状。有薯片係早嘅草莓葉，做薯片下背係做出一粒一粒嘅，做薯片面方係黐面方用嘅啲東西。農科院動物所係用雙卵機來做實驗，證明飼料低度加甜嘅草莓葉，雙卵機做較扎實，韓國生出嘅結論品質會較好，也好成果當家做一套國際期刊好發表。蛋雞的田間試驗，但使用了7000羽的蛋雞來做一個整個產蛋的過程當中，看有沒有提升蛋的良率，降低雞因為健康因素的淘汰率。那實驗結果顯示，就是可以提高雞的產蛋量，還有雞的蛋的良率，讓它壞蛋的這個幾率降低。林傳信認為，台灣種農作物的技術一等於農業科技研發能力未強。喺講兩者結合強下，未來10年喺台灣發展採體植物新藥嘅機會。這兩個領域跨領域做一個結合之後呢，不但可以做這個副產物的活化，另外呢，也可以促進動物的生長跟健康，而且是在地資材的一個應用。然後這種再生循環的一個這個概念呢，可能是以後的農業上我們會推廣跟努力的一個方向。因為它里邊高抗氧化物質很高，所以也是天然植物裡面都是嘞，都做了專化不營養身體的做。譬如講啊，舉個例子，草莓底部有一個高抗氧化物質，叫鞣花酸。鞣花酸係用啲乜嘅使用對嘛？都保養品嘅嗬，做人做美白。草莓都含油花酸，也拿來做面膜。李飛正教授，去年和國外食品保健因子研討會上發表一項研究，咪證明草莓這種高脂煉出嘅東西，對防止胃潰瘍嘅效果，比西藥嘅非固醇類抗發炎藥還較好。那一類的藥呢，其實對於發炎的抑制效果是不錯的，可是它傷胃。那這種傷胃呢，表示說胃黏膜容易受損。那萬一需要做一段時間的服用，其實胃黏膜受損是會嚴重的。那假如說有一個比較天然的，又是被大家可以廣為接受的食品來源，那它剛好可以做這樣的防護，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這個策略。唔單將草莓同草莓葉，台灣咪種當到各種果蔬，低度嘅成分各個無同樣。對日常無加工來說咧，韓國做出嚟加工食品，又含有煉出嚟有機成分，防止得到人嘅偏痛，對動物嘅生長沒有幫助，也喺台灣農業發展，還同有好發展嘅農業成績。